管是经过高山或是低谷，我们都有你的保护，都有你的信实和你的慈爱一直在我们身边，永远不变的应许，都是我们这一生的祝福。你是我的主，领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领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主，我们的一生都要来敬拜你，都要来荣耀你，都要来尊崇你的名。哈利路亚，赞美主。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
晚上的周六崇拜。主啊，也许我们这周有很多的疲累，有很多的重担，主，我们现在都将他们交托在你的面前。求你们赐给我们安静的心，求你赐给我们安静的心，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保守我们接下来的崇拜的流程，一切都顺利。祷告感谢，奉主圣人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对，我应该用这个。真是麦克风用这个很不习惯。好，今天很高兴又看见大家，哇，特别有几个是第一次在青虫看到的，陈宇安先生，终于回到我们当中，还在亲戚出现。好。请这位帅气的弟兄自我介绍一下。好，应该不用啦。好，还有这个永新也终于要从少七升上来了哈。好，我们又在周六崇拜的时候一起来这边来分享。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对我们特别是这个是最近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哦，在内向跟外向之间。好，我先问一下哦，你们一边在思考一下，一边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想一下，你自己到底是内向还是外向的人呢？我不知道你对自己了解够不够多。那今天我们会把这个题目放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也是我们在这一季要认识别人呢。我们今年的有3个主题，我们在认识上帝、认识自己、认识别人、认识教会。那你或许对自己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更多一点点的来认识别人？好，为什么要跟大家讲龟兔赛跑？你们都听过龟兔赛跑故事，对不对？最后是谁赢了？乌龟。你们相信这件事情吗？怎么可能乌龟会赢？我小时候的时候读这个故事，觉得那个兔子就是比较笨，不是，兔子是比较聪明，但是比较懒惰，对不对？我们读过的故事里面这样讲说。兔子为什么会输？因为它在一半的时候，它跑去睡觉。好，有些人说它跑去吃胡萝卜，对不对？但是乌龟跑得这么慢，到底怎么样可能会赢呢？就算睡一场觉，也一定会赢它嘛。好，我让大家看一个影片哦。最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这真的是这个乌龟跑赢兔子的这个画面。好，龟兔赛跑。好，这只有1公尺的比赛哦。你看一开始你看到兔子领先，但是它在中间的时候，它就停在那边了，动也不动。它只有这只乌龟很规律的往前爬。那兔子的主人不管怎么样叫它，它就是不往前。好，最后真的是乌龟赢哦。好，我看到这个影片呢，我才渐渐有一点点相信我小时候读过这个故事，就是乌龟真的会赢兔子哦。但是我还是不太相信，我觉得那个人一定有作弊，一定是在中间，这个不知道安插什么让兔子会让他分心的事情。但是我们听过龟兔赛跑故事，一个人走得慢，一个人走得快。这个故事好像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天生的资质，不管你是走得快还是走得慢的人，你都有可能在一场比赛当中，或者是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你不一定会输，你还有可能会获得胜利，或者是获得你发挥能力的机会哦。但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主题哦，内向跟外向啊，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乌龟是内向，然后兔子是外向的话，你觉得在你现在的生活圈里面，或甚至我们窄一点，在我们教会圈里面，你觉得是外向的人比较吃香，还是内向的人比较吃香？外向。好，外向。有没有人觉得内向的人比较吃香的？你说内向很好，就像乌龟一样爬得很慢，这个很实在，这样的人比较好。
有没有人在自己的环境，不论在你的工作职场，在你的学校，或者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内向的人比较吃香啊，外向的人就还好？有人这样觉得吗？好，大部分人你都会觉得外向的比较吃香，对不对？你不要讲在工作场合，在我们教会当中，如果有一个人他很会跟人家聊天，对，讲那个团契的时候很会主持，很会带大家玩游戏，对，然后跟每个人人际关系都很好，从松年到儿童植物学都吃得开，对不对？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受欢迎？对。然后你如果说，我就是安安静静的，然后我也不太什么会，然后这个呆哥我会紧张。然后每次要我分享的时候，我就说我真的不知道要分享什么。这样的人是不是觉得不要说在工作职场，甚至在教会当中，都会觉得这样的内向的人怎么会好像有点没有能够发展的这个机会哦。上礼拜在我们讲到的时候，牧师跟我们推荐一本书哦，叫做《安静就是安静就是力量》，有没有回去翻一下这本书的？好，这本书为什么要讲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它是这是一个女作家，她同时是一个律师，也是一个财务专家，在华尔街工作，所以她工作非常顺利，而且赚了非常多的钱。那她在她工作里面，不论是财务和法律，她需要常常跟人家有一个大量的互动。但是她后来工作到她中年的时候，她去反省一件事情，就是她到底是一个外向还是一个内向的人？你们可以去 TED 上面看她的演讲，她的 TED 上面的演讲，他是讲内向的力量。你们可以去翻译一下他的演讲。他在里面就讲到说，他其实从小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小孩。怎么讲呢？他说他去夏令营的时候呢，他不是跟其他小孩一样，就带很多零食啊，然后带很多好玩的东西啊。我还记得我以前去参加夏令营的时候，大家都要带什么游戏王卡，对不对？好，带那个神奇宝贝卡，你们有没有人带过的？我发现神奇宝贝卡在整个世界都很流行。我小6的时候，我去美国参加一个营会，他们竟然还把那个神奇宝贝拿出来跟我说 Pokemon 这样。所以，但是这个安静就是力量这个作者呢，他没有这样。他去营会的时候，他就带了一整箱的书，然后他说他以为去营会他从来没有参加过营会是什么。他说：“以为营会呢，就是大家穿着睡衣，然后在一间房间里面，然后每个人呢，就是可以吃点心，然后安安静静的读书这样。然后每个人下午的时候有一点很轻松的分享时间。但他第一次去营会的时候，他才没有，他发现营会怎么那么吵啊？又要呼口号，又要响队呼，又要玩游戏，对不对？然后到处跑来跑去的，对。然后如果那个就像我们福音队一样，这个如果喊得太小声，怎么样？没有糖果吃，要玩那个团体动力游戏。所以他第一天呢，他就开始，他没有发现这件事情，他把他的书拿出来看，然后马上被他的老师纠正了，说：“你呀，这样很不合群，不行啊！你要开朗一点啊，你要活泼一点啊，你要跟大家一起玩啊，不要这样太自闭了，这样不好。”所以呢，他就把那一箱书呢，就把它收到他的床底。然后跟大家一起就是玩一些很嗨的游戏，就这样一直过了他一整个营会。那不只是过他整个营会，他人生大半他都发现他在被这种社会跟学业的要求之下呢，他发现他也很聪明，因为你看他后来又是财务专家又是律师，他很聪明。但是他被要求要做一个很外向的人，所以他也渐渐的去参与很多外向的活动，跟人打交道。但是他去想一件事情，他到中年的时候去想一件事情，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后来发现一件事情，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而且他发现从他的家族里面，他去发现一个内向的好处。他这个人他是犹太人哦，他说他的爷爷是一个拉比，犹太拉比。我们知道犹太拉比是什么吗？好，你说不知道的话，你读圣经一下，你大概知道。他们是就像基督教的牧师一样，他们在犹太的会堂里面去教导人。他说他爷爷是一个非常非常害羞的人，就是像我们一样，主日他会在这边讲圣经，讲解圣经，教导人有关圣经的事情。那平常他也需要就是跟会友一样要解决他们许多的问题，什么家里这个生病的啦，什么夫妻感情有问题啦，都会找他爷爷。
但他爷爷终其一生都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他除了跟会友互动的时间，大部分时间都躲在书房。但是在他过世的告别式，他说啊，在纽约的一个就是拉比的一个会堂里，他说是挤得水泄不通。对，因为他后来他发现爷爷他一生他并不是一个这么就是很开朗跟人互动的人，但是在他那个安静而且发挥他那个内向的智慧里面，他发现他爷爷一生当中发挥了他内向者的特质，并不需要像他一样，需要好像从小学从这个音会开始就去改变他所有的特质这样。好，我们不知道你们对内向跟外向的那个定义是什么？我先问一个问题哦，你们觉得内向就是害羞吗？我们常常有人说，有新来就说，新来啊，永运，看起来蛮害羞的哦，对，看起来蛮腼腆的。你们觉得内向跟害羞一样吗？好，我今天用这本书来跟大家分享哦。我看的不是那个安静就是力量，这个是内向者求生术。好，里面呢，它有几点分享，你或许可以不同意他的说法，但是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内向跟外向其实跟你表现出来的不一定会完全一样。他说一个个性或者说天然的个性外向的人，也很可能会害羞。怎么讲呢？就是你如果到一个新的环境，你不论是这个多么外向活泼或者容易跟人家打交道的人，你都要稍微看一下情况嘛，对不对？那你如果看到这个环境呢，跟你是非常不合的，你发现这群人讲的话怎么跟我平常讲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可能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但是你会做一个非常害羞的人。所以简单来讲，害羞是你在一个，特别是在一个群体的里面，你会感到焦虑，甚至你会感觉到好像被孤立，然后大家都在讲你那种感觉，那种是害羞，但是那不一定是内向。那这本书跟我们讲说什么是内向，什么是外向，他这样讲，他说内向跟外向的区别是说你要怎么充电，你要怎么样充电。你会发现每个人充电的方式很不一样。我们先来讲外向的人，你看看这个有没有适合你的状况。好，你如果是一个很天然的个性，你是外向的人呢，那你有可能会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增进，就是你的充电，增加你的活力呢？你可能会有很多元的社交活动。对，你在大学你可能会参加很多的社团，那你喜欢交新的朋友，你喜欢表达你的想法。你如果觉得一个团体很闷哦，觉得哇大家都不能讲话，你可能觉得很烦，你很想要表达你的意见一下。那你很喜欢接受新的刺激，你觉得要是在一个很闷的环境，永远都是一样的，对，那你就觉得你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所以你是从外在的世界你来充电。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你如果跨年的时候，我问一下，我们2016跨到2017的时候，你是在家里跨年的，可以举个手吗？好，假设在家里跨年，那你是出去，不是101是去阳明山，是去外面跟大家大吃大喝这个一顿的跨年的，好比较多。好，这或许是，但这不一定啊。但是如果从这个他所分享来讲，那你如果跨年你是比较倾向你说要去外面好好大吃一顿、大玩一顿，然后享受一下这个跨年的狂欢的，有可能你外向的这部分是比较显露的。那比较内向的呢？比较内向的人，并不是说你都不喜欢跟人家打交道，而是你去重新获得力量的方式不一样。你可能你经过一个很大的团体大家相处之后，你可能会很累，对，你需要沉思，你需要独处，甚至你需要安静的一段时间。那时候你才能从内在的世界，你能获得充电。特别有像我们7月有好几个短宣队，对不对？7月真的是跑到第3个士林场跑完，我真的是觉得真的是有一点累啊。那我发现那不只是身体的累，我就很明显知道我是一个内向的人。那什么是内向呢？就是你在跟很多人你需要跟很多人讲话相处，然后有很多社交活动之后，你会感觉到累，并不是你不喜欢跟人家讲话，而是这样的方式会让你有点失去电力。那你充电的方式是你必须要独处，
你要从内在世界充电。所以这边讲的外向跟内向，跟你所表现出来的就不是完完全全的一样的。好，你们觉得在台上的领导者呢，通常像不要讲传道，像许牧师这种，你觉得许牧师是内向还是外向的？内向。好，那你们觉得 V 姐是外向还是内向？外向。好，很有一点明显哦，不一定是表达出来的，是那个天生的那个气质。那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讲到天生的气质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特别是在我们的不论是在我们工作职场，在我们学校，在我们教会，我们常常会面对一种情形哦，就是外向的人常常比较吃香，对不对？跟人家打交道也快，跟这个不论长辈晚辈都吃得开，对不对？那不论什么事情呢，很快就能获得资讯。所以我今天呢，我是比较从内向者的角度出发，因为我自己是内向者，所以要为内向者多说几句话。但是对内向者呢，有点不公平呢，会感觉自己好像比较吃亏；外向者呢，好像是一个比较好的。我们有个更具体的例子哦，我们刚刚说你是从怎么样的方式充电呢？如果内向者呢，你很有可能是一个充电电池；那外向者呢，你比较偏向一个，你可能是一个太阳能板。怎么讲呢？一样讲到跟群体的关系。你如果是一个外向者，你很像一个太阳能板一样，你跟大家一起嗨，然后跟大家出来玩，然后跟大家很多的交谈，你就觉得哇，今天真是过了很丰富的一天，我今天真的是没有白过。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内向者呢，你可能会有这种感觉。特别你如果参加完教会一个福音队，或者是你必须要你说你要做专题研讨，那个这个最后一天庆功宴的时候啊，你要跟大家出去喝酒。然后你就发现哇，大家都喝酒喝很开心，结果就觉得很痛苦，说干嘛啊？最后还要来跟大家专题过就完，最后还要来跟大家这个讲这些543的？你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充电电池。你如果是一个充电电池的话，你就必须要知道说，嘿，我在这种人际关系当中，我会一直消耗，我一直消耗。但是你是太阳能板呢，你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你会从很多的人际关系当中，你会获得电力；你从很多新的想法里面，你会获得说，哇，我今天终于没有白过。但是你又很可能，你如果是太阳能板的话，你可能会消耗太多的时间在跟很多人相处，因为你觉得很嗨嘛，你觉得很好，你觉得这样生命才没有白过。但是你静下来的时候，像太阳能板的，你会发现说，哎，我跟这么多人相处，好像有一个很愉快的生活，但是心里还是觉得有一点点空空的。那你如果是一个内向的人呢，你可能因为经过你需要很多跟你的工作的需要，你的学校需要，你需要跟很多人相处，你觉得好累哦，好累之后，你有可能会不小心你会退到自己的世界，你说啊，反正就是那么累啦，我就少跟一些人相处，这个教会就是那么累。我少来团契好了，反正就是要跟人家讲那些没营养的东西，还要带导，每次都要带导，时间很烦，对不对？要讲说我这礼拜到底过怎么样，我这礼拜过怎么样，到底关你什么事？你就容易退到自己的心里面，因为对你来说，要跟人家相处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你要稍微知道自己的情境，你到底是充电电池呢，还是你是太阳能板？你要稍微知道，你要很清楚的，不只是自己知道，而且你要跟别人讲说，你要有时候跟你不太熟的人，你必须要告诉别人说你可能是怎么样的人。好，讲到这边还不准，对不对？说这个外向内向，这个实在是太抽象了。好，我们要稍微科学一点点的方法。所以我从这本呢，它这本有提供我们几个数据哦。千羽帮我发一下好不好？好，我让大家用2分钟，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测验哦。这边有30题左右的题目。那这边呢是给我们一个简单的量表，来告诉你说你到底是有可能是偏外向还是偏内向的。那你如果说你对自己已经很了解，你说啊这个心理测验很无聊哦，那没关系，你也可以看这个题目里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我请我们可以花2分钟左右，对，不够，我应该有印，
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20，哎，应该够哎。好，那辅导先不要拿好了。好。你们这边也可以看一份。好，我请大家，我们可以花2分钟的时间，你稍微看一下，就是说这里面所描述的特质里面，你到底有几项是比较符合你的想法的？好，那我们测验时间到这边。那我们等一下，你可以一边听，你还没做完，可以一边听一边做这个测验哦，这样比较不会睡着，手上有一点事情可以做。好，你会发现在这个外向跟内向之间呢，你会发现，你如果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在小组分享的时候，你可以看自己到底里面有几题是符合你的描述的。像第一题，当我需要休息的时候，我宁愿独自一人，或只是与1、2位关系亲密的朋友在一起，而不愿与太多的人在一起。好，这边就是有点讲到我们刚才所讲的，你是充电电池还是太阳能板呢？你如果是一个内向的人呢，你要重新获得力量的方式，常常是
像这边第一题所讲的，你可能需要独自一人，你需要走一走，你需要跟朋友，但是不是很多的朋友，可能是1-2个亲近的朋友，或者你非常信任的人，或者是你的家人、你的爱人相处在一起，你才会觉得很自由。那或者是像第3题讲的，你更喜欢倾听，你不喜欢一开始就发表你的意见哦。所以这个是帮助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的倾向是怎么样的。但是无论你是充电电池还是太阳能板哦，我们有没有绝对内向的人，或者是绝对外向的人？好，通常是没有。像我自己在做这个内向者测验哦，我里面你们猜猜我的分数是几分？谁说25的？好，家珍怎么这么清楚啊？我真的做出来我是25哎，所以如果照这个量表的话，我是一个极度内向者哦。对，所以这个所做出来的量表，并不是说你现在所表现出来的样子，而是很有可能是一个你天然的样子。那这边会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程度在哪里。我们不太可能有一个绝对内向或绝对外向的人哦。那因为你如果绝对内向或绝对外向，很有可能你就是会面临到一个精神的一个问题。我们通常都是在中间。那你可能在某些场合，你是比较偏外向，比较偏内向。像我这个25分数的人，但是我到某些团体里面，我会变成领导者，我还会讲笑话，你知道吗？虽然这个恩云姐很讨厌听我讲笑话，讲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对不对？但是到某些非常内向的团体里面，我也会成为一个外向者，哎，所以这不是在讲一个绝对的，而是在讲一个程度。但是要我们更多了解自己，你如果更知道自己是充电电池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当我今天我已经有这么多的场合，我需要跟人家互动了，我发现我的电力已经耗尽了，那我就需要稍微退一下，我需要退到一个人的时间。那并不是说你孤僻哦，而是你需要时间重新恢复。那如果你是一个太阳能板呢，你就发现在人际相处当中，你需要有一点界限，你不能无止境的一直跟人家相处。你需要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帮助你重新做一个整合。那你会发现，可能在某些太闷的团体，你说，以前 V 姐有带我们唱那个泰泽诗歌嘛，对不对？你可能唱泰泽，唱一唱第一首，已经快要睡着了；唱第2首、第3首，你觉得你已经坐不住了，因为你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沉闷的气氛？你觉得在这种安静的气氛里面，好像有一种乌云笼罩在整个聚会的上空。那你就很清楚，你自己很有可能是一个外向者。这种太过内聚的聚会呢，可能并不是非常适合你，但是你要去学习，在这种比较内省的过程当中，你知道这也是能够教给你帮助的。那你说这个太简单了，你说这内向外向这个有讲跟没讲一样嘛，对不对？这小学1年级就知道。那还有一个我们也可以去注意，不只是你内向跟外向，你知道吗？内向跟外向有可能跟你左脑跟右脑有分别。我们通常说左脑是掌管什么的？家珍可以帮我们解答一下吗？好，都在上面哦。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符合这医学院的这个课本？这个没有经过医学检定。好，这个左脑呢，我们一般说这个是比较偏向逻辑，比较偏向理性，或者是数学系统等等的。那你如果左脑比较强的人呢，你可能是比较理性、比较客观，你喜欢专注在一件事情的。那我们在这个统计上面呢，也会发现说，比较多的男性是左脑比较发达的，当然不是绝对哦。那我们说右脑呢？右脑是什么？右脑是幽默感，对，有图像，然后情感非常丰富的，所以右脑跟左脑是非常要一个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如果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是你比较是左脑发达的，那你就很有可能就是你是比较你会是那种大家刻板当中那种比较内向的人，就是你会比较严肃，然后你会真的是非常内向，然后常常对一件事情很精辟的发表你的言论之后，你就觉得不太需要讨论了，因为你是左脑理性客观比较发展的。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内向的人，但是你是右脑比较发展的呢，有可能你表现出来就不是这样。你知道有很多有表演天分的人是很内向的。我们在前几年有一个
喜剧演员，叫做罗宾威廉斯，你们知道这个演员吗？好，你有看过他几部电影，你会发现这个演员真的是一个非常精湛的演员。他不论演什么角色，他都是可以把这个角色诠释得很好。但是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你们知道吗？好，你们如果不知道罗宾威廉斯，你们有听过金凯瑞吧？好，金凯瑞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你们知道吗？你说怎么可能？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他那个什么《非洲大疯狂》，你们有看过他这个？哇！我第一次看到金凯瑞的时候，我想说世界上怎么可以有那么好笑的人？这样，他把头发吹得很高，这样，然后就是你去看他的喜剧，你觉得金凯瑞，你觉得罗宾威廉斯这种喜剧演员啊，因为他们必须要有很多表达，甚至需要很多夸张的表达，但是他们是很内向的人呢。你如果去看他的自传，或者是他在家里跟别人相处，他通常在私下是还蛮沉默的，是非常礼貌的，是表现得非常安静的。但是他们很有可能他们是一个他们是一个右脑比较发达的人，所以他们在表演艺术跟图像跟情感，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展现。所以他们好像他们要表演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成另一个人一样。他们可以把自己喜剧演员，可以把自己那个角色扮演得非常好，但是一样，当他扮演完那个非常好笑的角色，扮演完那个非常活泼的角色，他就需要退到他自己的世界里面，重新去获得能量，获得他的剧本。他在私下，他反而没有办法常常参加许多的社交活动，因为他会耗尽他全部的能力。那你如果还去到这边，你如果还觉得这个讲得太大了，有点模糊哦，我来举几个例子哦。这都是我今天特别是从内向的角度，所以并不是从外向的角度。好，第一个逢年过节哦，好，有没有人很害怕过年到了？哦，你说过年到了，一般人说过年到了又可以吃又可以喝，对不对？但是过年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一堆亲戚要聚集在一起，对不对？特别到你长到一个年纪哦，这个叔叔伯伯阿姨开始问，有没有男朋友，有没有女朋友啦？这个今年工作赚多少钱啊？那个怎么样啊？问你一大堆，你就心里想，我跟你又不熟，干嘛要回答你这些问题？那这可能外向人或内向人都有这种困扰，但是对内向的人特别有这种困扰。你说这个亲戚一年才见1、2次哦，但是每次呢都要逢年过节，20、30个不认识的人，要相处2、3天，要带他们出去玩，对不对？可怕的逢年过节，可能是对内向者，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好，第二个，电话恐惧症。好，有没有人有电话恐惧症呢？你如果是跟我一样，这个内向指数达到25分哦，你可能略微可以体会这种内向恐惧症。我在前几个月，我到新温教会的时候，看见那个杨牧师有2个小孩，小的那个小孩叫什么？杨立光，对不对？叫光光。光光今年才5岁的样子，对不对？5岁还6岁，还没上小学。我第一次看到杨立光，就发现他做了一件我小时候绝对不会做的事情。我们去教会的时候，然后就看见那个教会的那个电话响了。他发现这个5岁的光光呢，就马上很快的，就是马上跑到电话边，然后跟他马上拿起电话说：“教会平安，请问你要找谁？”然后接着又跟那个人聊了很久，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是谁，然后他好像也不太清楚，他就一直跟人家聊天。我就很佩服这个小朋友，你知道吗？因为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当我听到这个，我家是我跟我姐姐，我是老2，每次我家这个只要我还在我小的时候，每次只要电话响的，一定是我姐姐去接电话。那我还记得有一天哦，就是那天只有我跟我妈在家，那我妈应该是在煮菜的样子，她电话铃响了，那我妈就说：“你去接一下。”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已经上小学，我不是5、6岁，那时候我就非常的紧张，我就不知道到底该讲什么这样。然后呢，我最后我记得我就待在那边待了很久，然后我跟我妈说我没有办法接电话，然后最后我妈就很生气，说接个电话也不会，然后才把电话拿起来接。但这就是这个内向者的一种电话恐惧症哦。
为什么会有电话恐惧症？是因为电话好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因为我们如果跟人面对面接触的话，比较内向的人，你可以稍微采取一个这个防御的策略。你看到有一群人很高兴的那边对话，你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要加入。但是电话是你不行的，对不对？随便就给你插一个进来。所以你如果是有这种内向指数比较高的，或许电话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会让你感到压力的一个部分。第三是如何要在聚会当中离开，也是我们常讲到一个聚会场合。譬如说你跟很多人出去，你说你今天已经忙了一天了，晚上呢有人邀你一个饭局，但是你就很累了，但你想说还是去一下好了。但是你6点开始吃饭，然后大家开始打屁聊天，聊到8点半，你发现你已经累了一天，跟大家有点搭不上话，但是你很想离开。当大家正高兴，然后你突然发现一个情况，你说你不知道该怎么离开。你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况？好，第4个情况，我们都是在讲到内向的人可能会碰到一些情况。第4个是你可能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人家问你说，这个儿童主日学你可不可以来帮忙啊？或者是在工作场合的时候，有人问你，老板问你说这件案子你能不能接？或者是你的同事跟你说，我之后几天我要去哪里玩，你帮我代班一下好不好？那比较内向的人，可能你很难跟人家说不，就是很难直接的拒绝别人。好，第5个呢，这是比较少见的。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形？你常常记不住别人的名字。好，我们这边有没有常常记不住别人名字的？好，祥玉也是哦。好，我祥玉好像不是典型的内向者哦，但是我发现很有趣哦。他说，为什么记不住别人名字是可能是内向性格呢？因为这本书有讲到一些就是大脑里面的一些就是分不同激素的分泌的作用。他讲到说，记不住别人的名字，很有可能是因为你脑部回路的关系。人家说内向者呢，比较偏向一个长期的记忆，就是你要记一个长期的、深刻的，你要研究很深的地方，你可能会你可能对这件事情会做得很好。但是内向者，特别是内向指数很高的，你的短期记忆非常的差，就是人家说金鱼脑。那你常常会记不住别人的名字，我就有这个困扰嘞。我发现我在401年我每次常常人家关怀组会跟我说哪个人谁生病了，我想说糟糕，这个人连他的这个脸我都有点记不起来哦。但是我发现这个是有办法克服的。这个呢，就是可能我会就是拍照，然后会把这个人的特征会把它记起来。但是这可能是内向者的一个特征。最后一个也是很典型的，你受不了一个快的节奏。特别是你如果是从中部或南部上来的，你如果从小在台北，你不会觉得，但是你从中部或南部上，你常常会感觉到台北的脚步非常的快。对，你不只是在生活里面，你光看大家捷运，然后看大家一天要处理那么多讯息，然后有这么多饭局，然后有这么多需要沟通的，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情，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节奏会跟不上。那有讲到这么多内向者有可能会面临的一些挑战。那你要怎么办？你说我就是内向啊，我就不喜欢跟人家打交道，我就记不住别人家名字，怎么办？好，我觉得，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他有提供我们至少几个，我觉得还不错的方式。譬如说，第2个电话恐惧症，你可能没有像我小时候那么夸张，说不敢去接电话，但是你有可能，你如果有电话恐惧症你可能有另一个会面临到状况，你可能有人会打电话给你，那你就故意不接，因为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回他电话，你就故意这个已读不回很久，然后你就发现说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回他，你可能会过1天2天，然后这个人就会来跟你说，已读不回很久呢，昨天打2通3通电话，干嘛都不接啊，会碰到这种状况。那你如果有类似这种恐惧症的话，我建议你最好先传个简讯给对方。你如果真的你不知道怎么回，或者说人家在赶你一个你必须要完成的事情，或者是要问你一件你真的没有办法回答的事情，那你就传个简讯说这件事情我可能要想一下，或者是跟他说我刚好在忙，但是我明天什么时候会回你。那你如何在聚会当中离开呢？
好，你如果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哦，我觉得这本书有一个很好的建议，我觉得它里面讲说，你要在聚会的时候呢，你要想好逃跑的计划。你要想好逃跑的计划。你说这很夸张，对不对？什么逃跑？好，几个逃跑计划。第一个，你如果是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你最好自己开车或者是骑摩托车去。对，你不要去给人家载。你如果是去给朋友载呢，人家从8点聊到晚上10点、11点、12点，你很想回去，但你就回不去嘛，对不对？你最好是自己搭捷运或者是有机车，你可以离开的时候就离开。但是你要怎么样在聚会当中，你可以礼貌的离开呢？那你可以，你最好在离开的时候，你就事先想好你的台词。你最好后面呢，你可以先安排好一个节目。你说，我后面需要去照顾谁，或者后面我有什么事情要进行，那你可以跟这个聚会的人说，你要先离开，没有关系。那适当的拒绝，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你是内向者或者外向者都需要培养的。如果是一个外向者的话，你可能马上就是说，人家跟你做一件事情，说不要这件事我就不要做。但是一个内向者是很难拒绝嘛。那我在想我们的拒绝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智慧。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你要把你自己的困难说出来。你说，因为如果你说你是一个非常内向，但是下个礼拜就要你上去带歌，那你不知道怎么带。我们福音队的时候，我们今年有个 IOT 有个外国童工。一个德国来的一个女生，我们可能在座有些人知道，她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她已经29岁了。她专门做的是一个青年事工，所以她需要接待很多外宾，从亚洲来的，从非洲来的，所以她也是非常热心接待人。那有一天福音队晚上，我就说请她上台，可以带我们就是分享诗歌。没想到就是分享诗歌对她来说，是一件让他非常非常非常焦虑的事情。他准备了2天，他跟我说：“传道，就是我知道分享诗歌是一个很重要，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一个人站在台前面带大家分享诗歌。”我想说，如果照我原来想法，怎么可能？他是一个专门接待青年、专门接待客人的人，他需要跟很多国家的人沟通协调。他已经是一个29岁，而且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大人。那他看起来并不是非常害羞的，因为你如果在福音队那几天，你看到他跟大家有蛮多的互动的。但是他站在人前面，他说他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我才发现他真的是一个害羞的人。我说没有关系，那他说怎么办？我可不可以多找几个人跟我在台前一起唱？我说没有问题啊。那所以他那一天的领歌，他就不是独自一个人在前面要带3首歌，而是有几个人可以陪在他旁边，那带他分享。那他那天他也没有一个人来唱歌，他那天就是放一个 YouTube 的音乐，所以他不需要自己就是来唱歌这样。那我就发现说，像这种我觉得他是有一个适当的拒绝，因为他告诉我他会遇到的困难嘛。但是他没有说马上说我逃避，我们不能做，而是他把他的困难告诉我。当然有可能是在他福音队当中他不能逃啦，他一定要做。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当有一件事情你发现在你的个性，不论你是外向或是你内向，你说造成你一个非常大的困扰，你必须要求援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德国来的这个童工他没有办法一个人站在前面自己唱歌。他说他不知道怎么唱歌，他不知道如何面对大家。那他可以换一个方法，他可以用播放音乐，他可以请多一点人陪他，对，他可以放他熟悉的歌，他不一定要放大家都会唱的歌，是有很多的方法。那最后一个受不了快节奏。你如果是一个内向的人，你常常在不论是在你的工作里面，你常常有很多快节奏的话，那你可能需要安排一小段的时间可以休息。你说工作那么忙，我每天业务要跟2、3个客人见面。对啊，每天消耗我的精力，我怎么可能安排休息的时间，对不对？那你可能就要安排短暂的休息时间。譬如说，你如果要跟客户见面的话，但是你说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是我有把握，我可以跟客户见面，我可以谈什么东西都谈得很好。那你可能要在见面之前，你要安排一个20分钟的时间，可能喝一杯你喜欢的饮料，坐在 7 休息一下，对，
滑一下手机，看你喜欢做的事情，好好的深呼吸几口气，再稍微准备一下你等一下做的台词。但是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你2件很忙碌的事情，你必须要有一个间隔。好，这是这本书给我们一个建议哦。那你说这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啊？这都是一般的心理学家或者是諮商的学者所给我们的一些建议。那或许刚才所讲的也不完全适用于你的状况。你可能今天讲说啊，我就是一个外向者啊，我刚才测出来就是0分5分，传道讲那么多干嘛？我要讲这个意思哦。我想我们先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哦，以赛亚书28章26到27节，我们一起来念。他铲平了地面，岂不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吗？好，以赛亚书28章26到27节。好，你们知道大麦跟小麦的分别吗？好，不太清楚。好，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问一个，你们知道高筋面粉跟低筋面粉的差别吗？好，还是不太清楚。好，那也没关系哦。但是你们至少要知道一件事情哦，这个大麦、小麦跟粗麦哦，到底有什么差别哦？我也不太清楚，所以我请教了一个专家哦。这个是张文亮老师，他出了一本书，叫做《圣经与植物》哦，里面讲到很多跟圣经有关很有趣的。他讲到，譬如说大麦、小麦哦，讲到无花果。对，有讲到圣经里面的很多植物，发现是一个很有智慧的。那这段经文讲到说，会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首先是以前他们在种麦子的这种方式有一点不一样。第一个是小麦，小麦它的产量是比较高的，而且小麦它是比较娇贵的，所以农人在种小麦的时候，必须要很均匀的把小麦的种子种好，因为小麦你如果种得太密或者是太稀疏的话，它有可能会长得不好，或者可能会得不同种的疾病哦。那在田的最旁边要种粗麦，为什么要种粗麦？因为粗麦随便撒就好了。粗麦种起来的，像我们看到这个麦秆哦，这个粗麦种起来的它是参差不齐，而且它收获的时间比较短，那收获的量又非常的少。不像小麦，它可以有一个很高的产量。那你如果去分析一下呢，小麦、大麦跟粗麦啊，它至少有2个成分不太一样，这就是高筋面粉跟低筋面粉的差别。小麦呢，它是这个蛋白质比较多，对，麦里面主要有2种营养元素，一个是蛋白质，一种是淀粉，对，那这2种东西刚好会互补。你如果蛋白质多了，淀粉就会少。那像小麦呢，它是蛋白质很多，所以它很营养，但是它淀粉比较少。那粗麦就相反了，它是淀粉很多，但是蛋白质比较少。那你们猜一下哦，如果要做像面包这种东西，它是要用小麦还是要用粗麦？好，阿生说小麦啊。好，对，猜对了，就是做面包要用小麦，为什么？因为小麦呢，它必须要它的淀粉不能太多，它必须要做面包的时候，它必须要那个蛋白质比较多，才能做那个面包。你如果有做过面包了，我以前家里有一台面包机，就发现，高筋面粉跟低筋面粉真的差很多你如果用错的话，那个揉起来感觉会很不一样，而且你如果用错那个面包不是太软，不然就是太硬。会非常的难吃，但是你在做面条的时候，刚好跟面包相反。在做面条或者是葱油饼那些东西，因为它必须要有很多的延展性，所以它就必须要有淀粉比较多，然后蛋白质比较少。所以做葱油饼或者面条这种东西，刚好是粗麦或者是大麦这种东西，它是比较适合来做葱油饼或面条这种东西。你如果用面包的这种面粉来做呢，面条很快就会断掉了。你们有没有去拉面店看过有些这个现煮的那个拉面在那边拉的？哦，如果看到那个拉面
这个现拉拉面，你会发现那个有些师傅呢，都要这个不论用什么麦呢，都要那个成分都要调到非常的细致，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他们如果配方刚好是差一点点呢，这个面条就没有办法拉出来。所以我们在想这个小麦跟大麦跟粗麦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讲到这个内向跟外向的差别一样。内向跟外向是一个光谱哦，所以你可能是比较偏内向或者比较偏外向的。但是要知道你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哦，好像这个麦田，你不论是比较中间的这个小麦，旁边一点的大麦，还是在最外面的这个粗麦，你都有你的价值。你可能是淀粉比较多，就好像你可能是安静内向的成分比较多，还是你可能是蛋白质比较多，就像是你可能是比较外向，人际关系，或者是甚至是你是右脑比较发达比较多。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不论你是小麦、大麦或者是粗麦，你都有一席之地，因为你的作用不一样，而且，就算在人看起来不是那么重要的角色，好像是小麦，它是产量比较多的，它磨出来的面粉是比较细的，它是人们比较会使用的东西。但是要是没有粗麦的话，要是只有小麦一个品种，你知道吗？在自然界，要是一个品种，它没有跟其他的，这个麦也是一样哦。它要是没有跟其他的品种有互相的交配，产生新的品种的话，这个品种很快的就会死掉。那也像这个麦一样，我们如果只有维持一个品种，我们说教会就是最需要小麦，教会就是最需要那种很在台前可以发光发热，就是需要那种敬拜赞美的时候可以领诗，就是需要那种在福音茶会的时候可以带领大家气氛的，那我们就可能错失了那个出卖，就是在我们可以安静的做行政作业的，可以跟人1对1有一个深入的对谈的，可以在我们的文字里面可以有一个深度反省的，我们可能就缺少了这种人。所以不论你是哪一种情况的人，你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以赛亚同样28章哦，他不只讲到大麦、小麦跟粗麦，他也讲到一个很有趣的，是讲到茴香哦。我们来念一下以赛亚书28章26到27节，我们一起来念。他的上帝教导他、指导他合一的方法。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嘎大茴香也不是用车轮，却要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好，我们的中式菜里面比较少茴香这种类的，但是你没有吃过那种新疆口味的孜然烤羊肉，好，有吃过吗？好，没吃过的去士林夜市可以找一下哦，在那种孜然粉里面就有这种茴香。那在这段经文里面，上帝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他说你在取这个茴香的时候，不论是大茴香或小茴香，他说你不能用车轮去压，你也不能用尖锐的器具去敲它，但你要什么？你要用木棍，对，你要用木棍去敲那个茴香的种子，就会掉下来。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不能像压精油一样，就是越大力压越好？为什么？好，如果不知道哦，我鼓励你也去买一下这本书来看一下。今天好像变成是这个书本介绍会哦。这个张文亮老师他说很有趣哦，他说因为这个茴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你如果用太尖锐的器具，你如果是去敲它，那茴香的表皮如果破裂的话，因为茴香它会有个特别的香味哦，那个茴香的香味，它如果表皮破了，它那个精油的味道很快就发散掉了。所以你必须要用木棍去敲它，让那个茴香种子可以掉下来就好，保持它到这个茴香的这个完整。但是你不要用车轮，你不要用尖锐的器具去压它。那你说这个讲什么？讲这大茴香、小茴香，我也不会去吃哦。这有点像是在讲到我们跟人的相处一样。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很内向，或者是很外向，对不对？你说发现这个人很内向，你说你不要那么害羞啊，对不对？你就要活泼一点啊，
你不要老是那边搞自闭好不好？好，那个人就是这样。我们有时候对某些或者是一些比较外向的人，我们常说：“哎，你很吵，你可不可以闭一下嘴巴？你不讲话1分钟你会死吗？”对不对？我们常常用这种尖锐的言语去对待有不同特性的人。但是这边的经文好像在跟我们说，我们不要用这种尖锐的器具，也不要用车轮呢去压这个大茴香。特别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很喜欢开玩笑，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就喜欢用一些恶毒的玩笑来逼对方，对不对？反正你就是那个样子嘛，对不对？就是你好像知道他的界限，你就知道他就喜欢被开这种玩笑。但是我想这段经文跟我们说，当一个人要发挥他的潜力，并不是你用一些很强烈的，或者是用一些反话去跟他讲，他就会成长的。在这本书里面跟我们讲到说，茴香它会有这个香味是因为上帝的创造很奇妙。如果人要人工合成这种茴香的香味呢，要在200多度的高温，然后100多个大气压底下，用很特殊的化学方法，才能够合成这个茴香的香味。但是上帝他天然的方法他不需要，好像在跟我们讲说，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有我们自然的潜力不论你是外向或者是内向的。你不要想说你一定要用一个很尖锐的言语，我相信父母也是一样你不要用一个很尖锐的言语去对待或者是比你年幼的人，你不要觉得用很尖锐的言语去压制他，然后去激励他，他就可以获得成长。其实他已经有他本身的那个能力在他里面的，但是或许你需要用木棍慢慢的敲，慢慢的敲。这也跟我们说，我们要有适当的压力并不是说你是一个内向的人，你就完全不要接触人群，你就完全不要在过年的时候出现你说过年的时候就躲起来，躲进房间里面，这样也不太对但是这告诉我们说，在适当的压力跟教导底下，上帝能够把我们自然的能力，好像这个茴香的精油，或者是好像大麦、小麦它自然的那个成分一样，可以把它显露出来。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这几个问题那也可以把我们等一下做出来的答案，你是几分的，或者是你觉得对这份问卷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第一个，你可以接受自己外向或者是内向的性格吗？这样在这样的成长当中，这样的性格偏好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是给你怎么样的挑战呢？你如果觉得很难想你可以想一个问题。以前有些人是左撇子，但是以前老一辈很喜欢把左撇子改成右撇子。这个我听过的左撇子被改成右撇子，都是有一个很惨的一个童年那你有没有曾经，你不论是你是外向或内向，曾经被这样要求呢？好像你是一个左撇子，要你做一个右撇子一样。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第二个，你有没有碰过跟你个性差异很大，但是却让你觉得很值得学习的朋友？你知道吗？其实内向的人很喜欢外向的人，那很多外向的人也很欣赏内向的人的特质。所以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朋友，就是他的个性或者特质跟你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在他身上，你有发现在你自己身上或在你的特性当中是没有的，但是你是很欣赏或者是值得学习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那个乐团可以帮我们准备。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被造得独一无二的。主啊，你把我们造得有你身上的形象跟荣美跟特性。主啊，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做自己，因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学校，甚至在我们的教会，对我们好像有很多的要求，是我们在我们天然的个性里面我们所达不到的。求主，你真的是先来安慰我们，告诉我们，你造我们是没有缺憾的，你造我们，你所调配的那个配方跟比例，都是你所精心设计的。但是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一直停留在自己天然的个性里面，
帮助我们在主的魔术底下，让我们可以去欣赏，也让我们可以去培养那些我们所没有的特性。主啊，你知道我们在我们内向或外向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因为这样的比例，主啊，有遭受到很多的压力与成长当中的痛苦。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也来帮助我们，被你培养的更加的强韧，也是使我们在上帝国里面，使我们不论我们现在的特性有没有发挥，使我们愿意在上帝国里面被你栽种，使我们也可以被你来使用。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神的孩子》。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人在他手里，他必浇灌。是我想象里，是你父辈满意。神的孩子，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人在他手里，他必浇灌。是我想象里，是你父辈满意。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凡专心依靠他，你重新的力。每个祷告声都垂听，千万别放弃，永远不要忘记，你要重新走到底。我邀请我们可以站起来一起来唱这首歌，说神的孩子不要沮丧，让这首歌也成为我们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在他的帮助底下，让我们不用沮丧，让我们不管是被创造的是怎么样，我们的个性可以被神来使用，知道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我们一起来用这首歌做我们的回应。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人在他手里，他必浇灌。是我想象里，是你父辈满意。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凡专心依靠他，你必重新的力。每个祷告声都垂听，千万别放弃，永远不要忘记，你要重新走到底。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段的祷告。在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当中，有讲到说，在我们上帝所创造我们可能有不一样的特性。你有没有感觉到，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因为这样你的个性，不论是很外向的，不断在外面寻求刺激跟帮助跟新的想法，或者是你是一个很内向的，你有感觉到你在你的成长过程，在你的家庭，甚至是在教会当中，你曾经被有过不合理的要求，有许多的压力，你觉得对你来说是不公平的。这时候我们向主来说，我们把这样的不公平也向主来祷告，求他也来看顾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别人的不了解，以至于我们所遭遇到的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可以回想一下，我们把这些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
到你面前。主，我们知道虽然你造我们有你独特的配方，主啊，但是我们身边的人有许多人真的是不了解我们，主啊，常常逼我们做一些违反我们的意愿跟我们的个性所要做的事情。主啊，你也知道我们常常会羡慕别人，不只是羡慕别人的个性，主啊，有时候我们羡慕别人的出身，羡慕别人的功课为什么会比我们好，羡慕别人为什么在有些场合就是可以这么敞开的交朋友，但是我却不行。有时候羡慕别人可以承受许多的服侍的职分，但是自己却好像很软弱。天父，我恳求你渐渐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越来越了解自己，也让我们不只是停留在过去许多的伤害当中，但是恳求主你来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不可能又做小麦又做大麦，我们不可能又做小茴香又做大茴香。主啊，我们总是你所创造的那个样子。求主你来医治我们，释放我们当中因为人的不了解我们所受的那个伤。但是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被栽种在你的园子里面。主啊，你对我们的生命启示，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在许多的场合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也不知道我们的人生方向到底要种在哪里，我们感觉到迷惘。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栽在你的国度里面的时候，主啊，你越来越给我们一个清楚的位置，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何处发光发热。主，谢谢你，恳求你照着你爱我们与创造我们的样子来服侍你，也恳求你，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有时候会用许多不适当的话来批评自己，也用这样的话来伤害别人。主，也恳求你从我们当中渐渐的挪去这样的伤害。知道主，你不用那些刺激或者是压制我们的言语。主，因为你要是要批判我们，主，你要是要严格的教导我们，主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抬得起头来。但是求你，主，你让我们也常常可以用温柔，让我们可以用适当的方式来对待那些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人。你让我们常存温柔的心，就像你，主，你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一样。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副会长，我们有一点报告，然后我们要一起来奉献。就是我们要先预备心来奉献。对，那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请你先不要奉献这样子。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在周六晚上再一次聚在这里，也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奉献我们自己有的，能够来为主你所用。愿主来悦纳我们的奉献，也是我们真的是我们所奉献的是合主你心意的使用。主你来带领我们，也看顾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这样祷告，奉圣之名祈求，阿们。好，就是这礼拜菲菲回去了，所以简短报告一下，就是第一个是生活营是9月8号到10号，然后就是大家有报名了吗？没有，赶快报名啊！对，赶快报名。报名要找菲菲或旺盛了，但是今天他们都没有来。9月8号到10号，对，5、6日这样子3天，然后所以今天他们菲菲旺盛不在，所以可以找我。对，要报名的找我。好，去哪里可以介绍一下吗？去哪里啊？去南投，要介多详细？大家看报名表 ，OK？ 看报名表。好，
然后下礼拜的聚会是电影欣赏，我们是提早6点半开始，会在2楼办公室那边。对，因为大家可以边吃东西边看电影，蛮好的。对，好，然后下礼拜就是大家记得早点来。好，然后等一下我们有一段简短彼此分享代祷的时间，也能够讨论谈到上面那2个问题。对，然后我们等一下分享完之后，下礼拜看电影啊。对，然后等一下我们分享完之后呢，就是点心，今天点心在2楼办公室那边，所以大家等一下分享完之后就可以上去楼上。OK。然后等一下就是几个壮丁，就是代祷完帮忙加帐篷这样。好的，然后大家现在可以3个一组这样子分享。3个。可是我觉
算你真的得名了，他们也会觉得说，哦，那就是这样啊，没有问题啊。对，就是一定会得名，可是那种感觉就是很不好。可是假设那些是阿生来讲话，那我就很喜欢他，他就是他这么厉害，是不是啊？这就是我最讨厌的。如果自己是个内向的人，就会得到更多人的包容，即便你没有做的那么好，或者即便你做的比之前还要再好一点，大家都看得到，那种感觉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你的进步。可是事实就是每个人其实都很努力呀，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漠视掉外向的人的努力？大家应该要自己尝试一下。讲完。内向的选外向，我都很喜欢外向的人。就是像我遇见朋友，小时候一起玩，然后对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对方，就是他就觉得我这样很好，我都觉得他这样，然后就觉得自己这样不好，对，然后我们就两个互补的，对，就两个互补。我就会觉得他这样都可以很开朗，然后很活泼，然后对，然后他就觉得，他就很羡慕我的安安静静，他说我都很希望能够像他，然后我说没有，我才希望像你这样，对，大家都要自己没有的。然后内向也有内向的症状，就是内向，我觉得很容易被忽视，就是应该就是被忽视也没有不好吧，可能有时候你做什么事情，别人就会忽视，对，就是会觉得自己好像可有可无，然后我常会这样，然后我常会觉得自己可有可无的感觉，然后就会开始又在开始分纠结，然后要不然就是我突然会很大笑，或是说我说出来一些今天在想到什么之类的，然后怎么会这样子，我想说对，然后就想说我是有这一面，只是平常没办法表现出来，就有点像你刚刚讲的，有点类似。还有就是可能或是说平常很爱讲话，他可能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很累啊，他就安静下来，他就说你怎么了？你心情不好？对，我常常会这样说。但是只想安静一下，然后发个呆，然后他就说你心情不好，能不能不讲话？对，我只是在发呆。对，我真的超讨厌到这一个，而且眼睛大的人就很明显，因为你有时候可能发呆的时候眼不会稍微垂下来，然后就说哎，你今天怎么了？心情不好吗？对，心情不好吗？就是讨厌这种，真的很常被问到，你知道吗？就说没有，我就直接没有想要讲话了，就是在发呆。然后他们就说没有，你一定发生什么事？要是平常你现在一定在好烦啊！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空间啊？我想也是想要休息的好吗？就是这样。那所以传统对，我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可能就是会
要犹豫了，我帮你下载表单。我帮你下载表单。